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7月2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出埃及记18章第1节到12节，歌罗西书第1章27节到第2章第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伫主年。摩西领受着上帝的呼召，带领以色列60万大军离开埃及，要前往这个上帝以色列人的祖先所应允的土地。但是看起来，摩西的领导的能力并不是遐尼强。摩西用人家己的想法能力来带领一群，安尼讲。真乱的一个群众，确实安尼真忝，被砍跌安尼吼。后来摩西的丈人叶忒罗，因为伊带这个摩西的太太甲2个细囝来探望伊，就甲摩西提一个真重要的建议。出埃及记18章第1节到12节，叶忒罗安尼讲：摩西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听见上帝为着摩西甲伊的子民以色列所做的事，就是上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叶忒罗带摩西的妇人人西波拉来，摩西以前捌送伊倒去伫后头厝。叶忒罗嘛带摩西的2个囝来，一个叫计顺，一个因为摩西讲我囝脚伫外邦，一个叫做以利以谢，就是因为摩西讲我的祖先的上帝帮助我，救我免死伫埃及王的刀下。摩西的丈人叶忒罗带摩西2个囝甲伊的妇人人来到伫上帝的山。摩西伫旷野扎营的所在，伊请人去甲摩西讲：“我是你的丈人叶忒罗，带你的妇人人甲2个囝来你遮。”摩西出去迎接伊的丈人，拍落去拜伊，甲伊斟，因互相请安，入去伫布片。摩西将上主为着以色列人对埃及王甲埃及人所做隆重的事，以及因伫路中所拄着一切的困难，甲上主安怎来解救因，拢详细讲互伊的丈人听。叶忒罗因为上主好款待以色列人，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就真欢喜。叶忒罗讲，上主应该受称赞，伊有救恁脱离埃及人甲埃及王的手。因为上主有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压迫，我知上主比所有的神明更较大。摩西的丈人叶忒罗将烧化祭甲祭物献予上帝，阿伦甲以色列的长老拢来。甲摩西的丈人伫上帝的面前做伙食。咱搁较简单来讲，就是若阵眼目咧着上帝，安尼代志的处理，就会有无共款的结果啦吼。基督徒若阵用基督来做头。来思考代志，就会通更较轻松来被解决。保罗伫写予歌罗西教会的批信的中间，安尼提到：歌罗西书第1章27节到第2章的第7节，安尼写：上帝要互因知影，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偌尼丰富佮荣耀。这个奥秘是基督。伫恁内面，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所以，阮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诫佮教示众人，
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正最成熟的人献互上帝。为着即个目的，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尽力地拍拼。为着恁甲老弟家人以及所有还毋捌见着我的人，我爱恁知我偌年仔伫拍拼。我的目的是爱因的心受鼓励，用听三结连，通得到丰富的理解力，有充分的确信来享悟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上帝的智慧甲知识，一切的宝贝，拢蕴藏伫伊的内面。我安尼讲是爱恁免互人用花言巧语来甲恁带入去伫迷路。虽然我人无伫恁遐，心却甲恁做伙。我看见恁的生活规规矩矩，对基督的信心有坚定，感觉真欢喜。既然恁有接受基督耶稣做主，就着甲伊结连来生活，照恁所受的教示，伫伊的内面定根受起做，信心得到坚固，充满感谢。处理代志伫教会服侍，绝对毋是用家己的能力就爱亲像活伫基督内面的新的生活。若准会当活出美好的见证，嘛，互基督的生命伫咱的生命内底来扎根、来成长，并且建立着坚定的信心。基督徒就爱安尼来受教，并且心中就爱应该有充满感谢的心来伫活。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我实在真意爱恁的律法。你的律法规日哪念哪想，你的诫命不时伫我的身边，互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我比我拢总的先生较通达，因为我哪念哪想你的教示。我比老人较有智慧，因为我遵守你的律例。我禁止我的脚行一切的歹路，互我通遵行你的话。我不偏离你的规例，因为你有教示我。你的话伫我的喙内比蜜搁较甜。我对你的律例得到智慧，所以我怨恨一切邪恶的路。感谢主赏赐阮丰盛的生命，互阮会通将眼目对准伫耶稣基督，全心全意来奉靠来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